这个特色游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它是用军事为主题的一个公园，所以说它整个在施作包括的过程当中，细腻度就要比较高一点。那总共我们用了1500万，接下来我们有特工盟相关的一个团体来跟我们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设施的一个体验，然后也经过蛮多人的一个游戏玩的以后，认为这个游戏其实是非常符合在地的一个文化跟在地的一个工程。总共我们有投入了将近6亿1000多万元的一个经费来施作，会在黄市长的任内能够将整个一个特色公园能够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完成。那希望未来我们朝着到每一个区都有一个特色游戏公园。为什么会建立这样军事的公园？因为这个是以前建村的关系，所以我们才会考量到我们施作这个公园，就是从我们以前建村以前这个是陆军比较多。所以你看，我们那个看来有碉堡有那个钢丝网那整个构想是根据这样的构想。最主要有分大概5大区域，堡垒游戏区跟工兵车，还有我们的军事涵洞跟我们的500障碍，然后给小龄朋友的一个秋千游戏区。那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些结合一些军事训练像攀爬的一些行为，还有一些挑战的特色。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检查。检查声明检查。平时园区原来是一个平时营区，有的军方的营区。那我们经过重划之后，这个地方产生出来的新的这个公园，我们当然是要以原来的这个所谓的军事主题为这个目标。相信很多亲子之间对于台南市的第一个军事特色的这个公园一定非常感兴趣。我们现在有交通特色的公园，有军事特色的公园，还有其他许多特色的公园都能够展现那个地方的因地制宜能够建构一个适合亲子共游共融的一个游戏的场地。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7月3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7月2日，全国大罢免投票，立委陈廷辉3号伫北区服务处宣布，飞飞铁马队将以竞选的方式，呼吁支持者投下同意罢免。陈廷辉表示，当年成立飞飞铁马队的用意，是希望将台南37区对着公投4个无同意的选票吹出来，达到南票北补的结果。因此，伫国家重要时刻，飞飞铁马队也无缺席，将以骑行宣讲方式，真正罢免哪位的城市来应援。过去我们就是支持谁不支持谁，然后有我们的候选人，但是这一次是没有的，他只有同意罢免跟不同意罢免。我们必须把这样的声音跟每一个选民告知，毕竟跟他们过去的选举方式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跟大家讲说，我们要出来投同意罢免，7月26号要出来这个投下同意罢免。陈廷辉强调，结合众人的力量，霸团、明代、党部等无同的方式，分进合集，将罢免变成一场社会运动。我们这一次，我们用分进合集的力量，我们知道我们要靠个人的力量，而且每一个人的力量，每一个霸团的力量，每一个明代的力量跟党部的力量，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用自己不一样的方式，包括站路口，包括菜市场，包括我们用齐宣的方式，甚至是很多人用宣讲的方式，各种方式就是要把它变成是一个社会运动。这个社会运动非常重要，你没有办法把它变成是一个民主的力量、社会的力量，你无法吹票出来，感受度不一样。所以我们真的要拜托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我们飞飞铁马，我们会走进我们的霸区，我们要挺进我们的霸区。所以我们在7月5号
我们要在台北，7月6号要在新北，7月12跟7月13我们会在台东花莲，我们7月19会在云林，7月20会在台中去做什么工作？陈廷辉也呼吁，这出罢免案数量庞大，差不多等于一出大选，也因此必须要有足够能力甲力量，创造社会团结投票动能。不论为菜市啊、路口、街道，阁是选举活动，每一个人尽家己的力量来催票，呼吁选民做伙站出来投下同意罢免的选票。台南新闻张秀仪采访报道。满岛吕廷府教育慈善基金会长期回馈乡里，投递资源协助弱势学生安心学习。这回竟捐出10万美金，作为满岛区公所技能救助用途。3号伫市府举办捐赠仪式，市长王伟体特别出席感谢。满岛主地吕连忠先生，同时也是德泰国际医疗集团总裁，长期投入教育捐赠甲慈善事业。伫2010年，伫台湾师范大学体育系专设吕廷府、吕庄金凤奖助学金，也捐赠吕连忠系援助学金，捐出高达100万的美金回馈母校。吕连忠总裁心怀故乡，伫满岛区成立吕廷府教育慈善基金会，帮助地方子弟教育学习，善行得到各界肯定。这次阁特别捐赠10万美金，予满岛区公所作为急难救助用途，希望号召更多人投入慈善行列。吕廷府慈善教育基金会，每年满岛区各级学校拢是5庙，大概拢是11月底、12月初，迄个颁奖，所以到现在是满岛区历史上悠久的，佫继续的，有一个可爱的所在，就是家长拢带子弟去参加。今年是我跟太太结婚60周年，所以阮家属，阮2个囡仔，我咧支持。变成咧啦，来做一个这个戏，所以他同我提出这个案，变成咧对啦，所以你再甲大家讲讲我的过程，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更多的人来参加这些举动。市长王伟体特别出席捐赠仪式，并感谢吕家人的善心。吕董事长，满岛人伫满岛伫国外事业有成，人是住伫满岛，但是事业做了真好，所以会当有这个关怀社会的心，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能够这个善意善心的捐赠10万块美金，来帮助我们麻豆区弱势的朋友。满岛区长杨正旭表示，公所将依据社会救助相关法规设立专户，并审核个案，确保善款公平公正使用，让真正有需要民众会当及时得到援助。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因应全球饮食发展挑战，台南一中再度举办全英文讨论的国际研讨会，今年邀请来自台湾、日本、越南等7个国家。总共40支高中生队伍做伙，透过跨领域的研究甲实作，共同回应联合国2030年永续发展目标。台南一中举办 SDGs 探究甲实作学习成果国际研讨会，来自台湾、日本、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甲香港的高中生，组成40支队伍。共同探讨联合国2030年永续发展目标，也个邀请到台大校长陈文忠发表专题讲座。我们的孩子是需要这样的舞台，那我想教育部的角度一定是全力支持，希望能够有越多的国际的友人，然后进到国内跟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成长。TOP 的学生能够透过全英文来跟全世界的各个国家一起发表，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组学生，可能是隐藏版的36位学生来接待这18队。学生全程拢以全英文分享报告跟交流，其中有以学校周边的交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解决对策，还佫有人以流浪动物为主题，
希望会当找到减少游动动物的方法。其实流浪动物被归类在说外来入侵种，那所以第15.8的目标就是在说预防的那个外来入侵种，然后在陆地上和淡水里面的。放学回家吃饭什么的都会经过，然后有时候交通就很差，然后会有危险。解决策略其中像是增加人力的资源，然后还有增设人行徒步区。研讨会结合 SDGs 甲12年各国课纲探究甲实作，予学生透过 AI 资料分析等等，提出具体对策，展现行动力。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普济灯会将伫7月11日前往日本仙台举办台湾灯会，拄着普济灯8档王孙节，庙方特别伫王尊手头前高挂200帕歌灯，希望深化台日文化交流。请剪彩。伫地方的见证之下，普济灯王孙节王尊用简单隆重的剪彩仪式正式宣告完成，现场热烈滚滚。庙方选择龙时纪日开工，这只王尊以传统工法，经过1个半月所打造，罕见的乌色为基底，尊头是五角金龙，当架内底还佫有五块钱，线条以雷金彩画，气势十足，也佫开放予信众添载。普通时爱添载，咱逐间庙拢头是36项物件尔，我108项，迄是主公的要求。所以108项内底，我有包括了茶、米、盐、面所有的种种。添载包目标有价10800分，有108样的日常用品及药材，除了展现对王爷的虔诚及祝福，嘛替家己保灾库。王尊像一直到7月24，每暗拢会相当热闹，其中普济灯会嘛再现。7月11将前往日本展出。那因为今年刚好是我们自己的王传教，所以说在我们的主展场里面，我们把这个灯会再把它展出，然后也希望这样子跟灯会的延续哈，然后希望我也是把这个王爷的祝福可以跟我们一起带到日本去。普济灯会跨国交流今年来到第5档，伫日本仙台大受好评。2025仙台台湾灯会将高挂200帕高仔灯，同时邀请仙台民众创作200帕高仔灯。新作品将伫咧8月份伫日本进行评审，并伫咧明年回来到台湾展出。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七股海鲜节将伫7月5號熱烈展開，有烏蛤蟆體驗，還有七寶宴甲社區龍魚特產展售。市長黃偉綽特別出席宣傳記者會，邀請民眾千萬唔通錯過。由市府觀光旅遊局甲着七股區公所共同舉辦的七股海鮮節的活動，今年已經第19檔，其中上受親子歡迎的觀光赤水園烏蛤蟆的體驗，嘛將伫7月5號、6號以及7月19、20總共4場，日前透過市府的宣傳記者會。邀請儕廠商佮着協辦的單位共同為活動來宣傳。七股或者大北門區都是魚米之鄉了哈，可以對於我們的海鮮漁產大家都很喜歡。但是因為它的 CP 值那麼高，可是知名度大家以前只是有一個印象是七股海鮮街，但是現在七股海鮮街物換星移，我們已經轉換為海鮮節了。希望說大家都能夠認識、了解、喜歡我們台南沿海周邊的大北門區的一個豐富的水產品。那以七股海鮮節作為一個代表，同時七股有非常非常多的很棒的景點，包括國土的極西點，台灣本島的極西點，這個國聖燈塔，還有包括許多的很多好玩好逛的地方，那都歡迎。今年
年其实我们办了4场的蒙拉，那都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有夏天有一个健康快乐的这个亲子活动，大手牵小手，那一起来。那这最后就是压轴的我们的七宝宴。除了乌蛤蟆的体验，另外观光旅游局也阁推出招团游7股的1天的游程，其中为了行销当地上青的海产，每年7股的七宝宴是上项的料理。一推出上百道的料理，真紧就被订完。伫个4天的活动现场，7股区公所也阁邀请在地商圈店家，总共20担的龙鱼特产，伴手礼等，欢迎民众踊跃到场参加。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市府民政局举办市民下医课程，7月份正式开课。这回咱区公所总共有6个里，头一场伫盐埕二心理活动中心登场，以盐为主题，邀请真心花家老师来教如何制作精油盐锭，吸引不少里民到场参加。市府民政局甲着南区公所为了活化里社区活动中心，并且提供市民终身学习的场域。南区公所对今年7月份将分别伫个新兴、大英、国体、文南、盐埕、甲着明亮等6个里来开办市民学院的课程。头一场2号下午，伫个日新里的活动中心来登场，包括议员林美燕以及南区的区长肖秀华拢亲自到场，并且参与实际学习。市民学院是很多好朋友，尤其社区的好朋友他们最喜欢上的课。每一次市民学院只要一开始上完，其实说要报名的时候秒杀。为什么呢？我想市民学院最大的意义就是说，希望能够再次的提升我们的一些国际观，包括我们能够深耕在地的文化跟社区结合。所以很多的好朋友他就是喜欢这样子的，而且这些课程有时候还脱离不了我们生活上的一些需求了哈。我们的市长非常支持我们活动中心的一个活化课程，所以我们今年局里面也核定我们6个里办理这样子的一个市民学院，然后透过市民学院的课程安排，让我们的在地所有的里民可以就近到活动中心来学习相关的一个课程，然后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学习。那今天在这边的话，是我们日新社区活动中心，也就是我们盐埕里办理的手作精油皂。那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来这边学习以后，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些课程上的一个知识。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交流，大家能够更加融洽、更加和乐。南区公所结合白雪社区发展协会，邀请着静心花艺设计的老师，将精油的芳香融入去盐埕里的特色，教导民众来制作精油的盐锭。我们里长跟我们社区发展协会，我拢真注重在里面的这个休闲的活动这一方面嘛希望讲会当，因为透过很多的这种手脑并用的活动，会当互咱家的长辈啦会当个更加较健康会当伫因的身心灵方面都可以得到各种方面的舒缓。针对盐埕区以盐为主，所以我们这次是盐精油灯。精油的盐灯来做一些芳香疗法，然后这个做呢本身就是精油的成分，那精油成分透过这个光，还有我们的精油跟这些精油加在一起的话，它会让我们整个环境会比较清新，而且它也有除湿的功能，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精油的话呢，它的材质可以有驱蚊的功能，所以我们觉得在盐埕这个部分做一个在地创生的主题，所以为他们设计这个盐灯。头一场的课程总共有60位的学员，分做6组。将现场是坐到满满，看到每一位婆婆妈妈甚至长者对皂质的切片、加热，到倒入去盐锭来固定顶，让每位学员拢收获满满。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桃园市教育局持续推动寒暑假爱心中斗等政策。今年暑假特别甲悠游卡公司以及4大超商合作，甲爱心更数位化，让弱势学生用数位证件摕当领。
小朋友挑选好餐点，拿着学生证到超商柜台换餐。桃园市教育局为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童，持续推动寒暑假爱心午餐政策。今年暑假，教育局将爱心午餐券数位化，跟悠游卡公司及4大超商合作，让弱势学童不再受限于纸本餐券的使用，透过数位学生证方便的领取午餐。我们整个兑换的方式非常的方便，所以刚刚在我们 7-Eleven 的门市，我们3个小朋友很细心的挑选他们希望的商品，然后到柜台透过数位学生去兑换，这个过程非常的顺畅。那同时我们也谢谢4大超商，我们市政府一克是补助65块，但是我们4大超商都可以提供70块到85块的加值优惠，所以我们今年很多元，除了提供实体的餐券兑换之外，有一个数位兑换的平台，所以特别要再次感谢悠游卡公司跟我们4大超商共襄盛举。同学们可以凭学生证里的65元数位餐券，就可以在4大超商兑换价值70到85元的优惠餐点。家长跟学校也可以透过数位兑换平台，及时了解孩子的领餐情形。学生不用在大老远跑到指定商店换餐，而且全台超商都适用。丰树国小校长表示，真的非常的贴心，而且很方便。证跟4大超商的结合有一个好处，就是说4大超商在全国都有店，所以孩子如果回到外婆家或到亲戚家去住的话，暑假他仍然可以在外县市，不限桃园市，都可以领到等值的餐食，像他在桃园一样，所以非常方便。那么以往我们都是用那个纸本的，所以常常容易毁损，然后孩子们也不知道吃什么。那自从结合局里的这个政策之后那个孩子们可以就近选择。像我们有一些小朋友会住茶专路那边，就是比较偏远。那他以前为了要换这些餐点，需要到学校附近，那现在就是到4大超商就可以了。而且4大超商还帮我们加码那至于选择哪些食物，我们也会限制孩子可以选择哪一些比较营养的食物，我们会结合营养教育。所以其实这个政策数位化之后，不但更便利，也更安心。另外，为了让学生吃的健康营养，超商换餐选择也有规范，不能够换零食、饼干、气泡饮料，连含有咖啡因的都不能换。超商店员会协助把关，确保吃的安心健康。我们这个一个小朋友是提供65块。那4大超商可以提供70到85块的加码。那兑换过程里面，我们4大超商都有协助由店员来做把关，孩子一定要去兑换午餐的食品，不能去买零食，也不能去买一些游戏的点数所以我们会由4大超商来兑换，而且孩子喜欢喝汽水，这个也都限制。我们就是希望他去选择营养而且符合卫生标准的一些餐食。今年暑假，桃园市共有221校申请爱心午餐，预计有4839位弱势学童受惠，补助经费共1950万。餐券数位化，除了提升便利性，更加强环保。而偏远学校也可以视当地情形选择弹性的供餐方式，包含跟邻近的爱心店家合作，或是学校厨房自行烹煮等，希望让弱势孩童在暑假都能够安心用餐。记者赖伟一屯报道。基隆市户外教育以及海洋教育中心伫7岛鹿寮溪举办寮溪演习营，除了提升老师户外甲海洋教育素养，更促成跨国教育交流的美好体验。充满消暑及冒险体验的溯溪户外活动，您体验过吗？为了要提升户外教学应用能力及教师户外与海洋教育素养，基隆市户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特别选定鹿寮溪办理教师溯溪研习。今天基隆市户外中心办理教师的户外溯溪体验，要让老师学习风险管理、冒险欢乐及水域安全。请问手怎么抓是最安全的？不是手指，我没有练大力金刚指。对，手腕抓手腕，因为这样子，我们手是滑的情况下，你还握得住。如果你是手掌握手掌，一碰到水，它会滑掉。在专业团队的带领下，教师们亲身感受鹿寮溪流的自然风光与生态之美，培养良好的体能与水域适应能力，学习手脚并用、简易攀岩及安全溯溪等实用技巧。那我不晓得基隆有这么多非常丰富的溪流生态的资源，借由这一次活动呢，我们能够深度的来探索基隆的溪流生态，非常感谢。
研习活动也吸引了中华国小及美国盐湖城师生共同参与。你好，我叫冉琪雅，我从美国的犹他州来台湾，这是我第一次来，我很开心呢参加这个搞秀，我觉得是很漂亮，很好玩，很喜欢。This is so exciting. We understand that Taiwan is one of the best places to do river tracing, and we can't wait to experience this country this way. 亲近自然，体验溯溪与攀岩的乐趣，更深化海洋环境保育意识。我都是希望说，小朋友可以透过这个活动，然后去提升他们的自信心。期盼参与的教师能将所学经验融入教学现场，持续推动永续户外与海洋教育。护海中心溯溪研习，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好帅哦！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你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
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